2025年5月12日 Donald Trump 佈局的美妙絕倫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今日再一次見識到 Donald Trump 呢個老頭嘅厲害。今日公佈嘅雙方喺日內瓦達成嘅協議，決定咗喺未來嘅90日內大幅降低關稅。中國只係徵收美國關稅嘅10%，而美國徵收中國嘅關稅係30%。其實呢個只係表面上嘅數字，但實際上並未加上芬太尼嘅20%，同埋2018年301條款最高嘅25%，30加20再加25，即係75%。扣除咗中國徵收美國嘅關稅10%，美國實質徵收中國嘅關稅總數係65%，到最後都係 Donald Trump 喺總統競選嘅時候所提及嘅對中國徵收嘅60% 關稅，而且Donald Trump 亦都利用咗過去嗰30日嘅時間，成功將中國嘅洗產地呢個把戲完全摧毀咗，亦即係話呢60% 關稅，中國係走唔甩嘅，係必須要全數繳付，一切都盡在 Donald Trump 一手掌握。所以任你習近平係馬騮精託世都冇用，始終都走唔出 Donald Trump 嘅五指山。今日嘅分享到呢度，鍾意嘅朋友請讚好及留言，並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及訂閱易經人 YouTube 頻道，並追蹤易經人 X 專頁及追蹤易經人 Truth Social。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